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中国阁宣布这2天要伫咧台湾海峡实弹射击。高铁通到宜兰，行政院今仔日核定计划，会伫咧宜兰的市区设一站，预计开3500亿，2037年完工。检调追查中联的问题由张成亚中联的厂长陈明营，不过下晡法院是裁定陈明营100万交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这中共侵扰咱台湾，咱的国防部今仔日阁侦测到中共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中国海事局阁发布航行警告，讲是这2天就要伫咧台湾海峡实弹射击，位置是伫咧中国福建的东山岛近海。咱的航港局评估讲，袂影响到咱海峡的船啊。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最近是一直放出中国军队伫陆海空执行实弹射击训练的画面。中国海事局嘛发布航行警告，讲23、24连续2天伫台湾海峡2个海峡进行实弹射击。经过对照坐标，2个所在拢伫咧中国福建省东沙岛的近海。对这交通部航港局指出讲，范围离金门差不多57.6海里，配合差不多103海里，并未影响航行伫咱国海峡的船。目前来看的话，中共这一次发布的一个实弹射击，它的一个规模应该是沿海的一个火炮射击。学者分析，这个军演应该是中国军队小规模的火炮操演。但讲一天，国防部佫一摆侦查到中国发射运载火箭，用西太平洋飞行，而且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佫真罕见，标注资料的来源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显示台美争取交换成果。面对中国持续侵扰，咱国今年的下定润性演习，下礼拜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目的在于模拟各种极端的情境。验证政府在有限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方式，更加的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必须特别再次强调，这次演习不是断网，而是降速。NCC 表示讲，这摆演练的规划是伫中部和北部拢总14个县市来实施。中部演练的时间是8月初10，北部的时间是8月13，拢伫下晡2点半到3点。建议民众事前甲会使用到行动网络的重要工课排好开，卖当生活到固网，也是用 WiFi 来连线。另外，继1个半月，阁做尖端海鲲号23号看到出海做第17摆的海测，和第11摆的尖航测试。航速我高雄港内航行速度的上限阁紧阁顺，今日嘛做夜航测试嘛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要通到宜兰，行政院今仔日正式核定计划，会伫咧宜兰的市区设一站。对南港到宜兰全长是60.6公里，预计开3500亿，2037年完工。希望是会当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让东部的交通更较利便。位于宜兰市瓦近行政中心这一片土地，就是未来高铁宜兰站的预定地。行政院正式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在地人有其他要疑虑。应该是没有什么需要，我是觉得是到台北那边搭车也是很方便的，很快啦，这样对，这些很快，也不用高铁了。对，交通到宜兰，我想整个发展就到宜兰了。所以在整个区域上面来讲，我们很希望高铁赶紧来宜兰。行政院强调，会以4大重点计划，包括发动双轨电气化、南回铁路双轨化、参高铁延伸屏东、甲高铁延伸宜兰来打造4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网。其中，高铁自南港车站向东延伸了后，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经过新北，过往宜兰县终点伫宜兰市区新设站。路线长大约60.6公里，总经费大约3521.75亿，预计核定了21年完工。铁道局后续会积极的来办理民间参与的招商、都市计划，还有用地取得跟工程设计的相关作业。未来延伸段的这个系统的一致性与服务的这个串接，台湾高铁公司将非常有意愿的配合来做这个东部高铁的营运。铁道局也指出，高铁宜兰站特定区计划，宜兰县政府已经完成初步规划草案，后续会依法完成政策环境影响评估公开展览说明会，也有都市计划审议等法定定数。
核定的高铁人生宜兰计划。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就会需要担心后续的开发是不是会一样遇到一样程序不足，一样会有一点是强硬过关的状态。行政院强调，高铁延伸期内唔但缓解高度过后太价的问题，更加会当提升北移之间来往的运输便利，也好当年即可代替运输的同步，增加高铁的选择，强化东台湾交通进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网络顶头，即阵有一段机长甲塔台对话引起讨论。这是一架华航对香港飞转来高雄的飞机。这机长伫咧塔台要降落进前，就甲这塔台申请，讲要伫咧空中停驶一年。这理由是讲有一个囡仔唔坐好好势。专家是将肯定这个机长的做法，认为讲是安全上介重要。伫咧遮嘛要提醒大家，若是坐飞机唔遵守安全指示，上当是爱食5万块的罚单。航管你好，华航934，我想先给你申请，我在 K 景做一个 orbit。飞机降落进前，机长呼叫塔台，表示无到执行降落停驶，要申请进行一届伫空中试，不过原因真特殊。跟你报告，空服员报告有一个小朋友还没有做好，我们就不能落地。原来这是华航 CI934班机，21早起为香港起飞，要降落小港机场。无想到11点33分，飞机原本已经进入降落停驶，机舱向塔台紧急通报，因为飞机顶有囡仔无坐好，嘛无绑安全带，所以申请小等才降落。通联录音伫网络顶引起讨论。你在起飞或降落的时候，因为它具有70%至80%的失事率之高，如果它没有系好安全带，那机长降落了，万一在降落的过程中有任何意外闪失、碰撞或意外的话，那到时候责任的归属到底是在航空公司还是小孩本身？专家肯定这个机长的做法，认为符合停驶而且真严，嘛分析英国发生真侪件案例，旅客伫安全带的警示灯发起进前，就伫行叮当，那拄到突发状况，恐惊会较会面临人身安全的风险。无乐见旅客无遵守指示。前技术嘛分析，只要机长研判无法度保持稳定进场，就当执行停飞。严重的风切，甚至是一些极端的气候状况，比方说突然间雨下得很大，能见度丧失等等等等，他没有办法安全落地。任何情况之下，只要机长认为他没有把握，可以安全的把这个飞机降落到地面的跑道上的时候，他都可以选择执行重飞的程序。随上，若是旅客无遵守，机长为了维护航空器的特殊甲安全指示，那违反民用航空法，相关会处新台币5万的罚款。不过，这个个案并无正式通报，无开罚。记者采访报道。为了对基础教育，就开始培养科学人才。教育部是要开一间国立台湾科学实业高中，7月初9已经通过审议啊。这头一届是要收30个学生，明年8月入学。不过是要安怎兼顾学生的人文社会基础，要安怎甲大学合作，还阁需要详细规划。台湾目前有10间高中设有科学班，多数是伫各区的传统名册高中。科学班学生是当年国内外考点上胜军，不过毕业了后进入大学，只有2社选读基础科学。有一部分是进入医学系、电机跟资工啦，这几个系是他们比较喜欢去的。不过也是有一部分留在物理、化学啦，或者是像地质系啦。为着培育更较侪基础科学人才，高雄点名连接丢失中的台湾高中研究学院。教育部规划新设立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这个月初9已经通过审议。因应台湾高等研究学院计划呢，教育部规划筹设的这一个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呢，确定呢会租用台大位于辛亥路3段的国青中心其中一个楼层作为上课的地点。台湾是中小期公办公营的实验高中，锁定全国对基础科技有兴趣的学生，以数学甲自然科学为重点。学生爱伫3年内修完超过30学分的专题研究课程，详尽每年2月招生说明。头一届收30人，有审议委员透露，目前课程架构欠大量人文社会基础训练，安怎甲大学合作也真无清楚，需要提出进步说明。甚至把人文社会的学科比较工具化，我觉得可能不利于长期的科学研究的一个能力的培养。全国散指出过去成立科学市长的时，并无将老师聘返台湾市长要设立，就要将教师聘请充足。除了员额要聘足，他这些比如说额外课程，他也要聘足够的老师，那就应该是使用代理代课的方式。
全高中也讲，台湾市中的老师负担恐惊会比一般学校悬，制度上爱提供充足的支持，避免流动，才有可能达到设立目的。记者综合报道。第25届艋舺博览会今仔日起稿，有超过1200档。今年上届惹人捌的就是 AI 甲互动体验。文策院主办的台湾艋舺馆也用台湾原创的艋舺结合互动游戏，请民众来看。主办单位预告是这5天就会当创造3亿个商机。徛伫荧幕头前含游戏的角色在对话。第25届艋舺博览会第23正式举行，5天的艋舺含游戏的盛会，会驻要120间厂商，有超过1200个单位。活动体验变作一个大焦点，有游戏的业者伫现场展出导入 AI 艋舺的角色，伫含算的人互动的过程中，展现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利用的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仿生记忆机制，所以呢，这些 AI 店员它会像人的大脑一样，它会将重要的事情记得，然后淡忘掉不重要的事情，而且它具有回想的能力。AI 还会当做算的人专属的高水版的人物，业者讲，导入 AI 游戏产业，在全球的市值估计已经到72亿美金。台湾做游戏的业者最近几年嘛看到商机，陆续把 AI 应用在产品内面。从最基本的就即时客服开始啊，那但随着现在 AI 的技术越来越成熟，那我相信各家厂商应该都会在所谓游戏的设定、跟互动、跟体验上面去做一些强化。除了游戏的产业重视活动体验，台湾艋舺的产业嘛已经无遐尼传统啊。台漫买买乐的一个虚拟购物的体验，那就是我们有结合4个台漫的阅读平台，对，然后还有邀请了共计20位的老师，为了这个场次限定的手绘的来场限定收据。文化内容7正义主办的台湾艋舺馆，特别用小名星做主题，把艋舺包装做爱豆名星，让读者伫一个展示区，就当接触到无共主题、无共画风的台湾原创的艋舺。漫协每年都有编预算到其他国家推广我们的原创漫画。文策院他们更努力，他们其实是像 TCCF 是把国外的所有买家都请来。主办单位估计5天的展期会当创代表3亿个商机，佮希望借这个机会提升艋舺、电脑艋舺和游戏等内容产业的交流和下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劳保退休金的新制是规定头家逐个月要纳6%入去劳工的退休金口座，这6%是已经调20档啊，拢无调整。即阵劳工团体就呼吁政府修法，强制甲提缴率有关到7%至12%，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不过产业团体就表示讲，这传统产业甲中小企业咧经营已经真辛苦啊，若是搁有关会愈食力。雇主提拨要提供，立即修法。公益行动联盟在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劳团部门表示，劳退新制交单已经20年，法定要求雇主强制的提缴率上限要调咧6%，因指出全国有70%的劳工连平均薪水40000都无，提缴6%才透露25年了后，退休金全户本金甚至连100万都无，退休根本就无保障。劳团要求政府要赶紧修劳工退休金条例，甲强制提缴率扣悬到7%至12%。希望要解决台湾老年贫穷的问题。包括年轻人低薪、中产阶级薪资停滞以及结构性失业所造成的老年贫穷。立法院拢总正式有提11案，但是拢还阁停留伫遐。今日主要案内遮是主要就是讲第一会当优先的排程啦吼，啊是即个会当加入3读。23日立法院有召开劳退新旧制修法公听会，有产业团体表示，国内的产业发展无平衡，像传统产业甲中小型企业经营甲真辛苦，若提高企业的法定提缴率，会造成真大的财务压力。提拨的那个法定的成本，其实对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来讲，其实它的那个负担也很大。政府也要去思考，怎么样有更大的诱因，让员工、让劳工他愿意自己去做提缴。针对各方的诉求，劳动部表示，有推出选旧制劳工自提甲提前结存的选择。在新制部分有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节，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提退休金义务等等，嘛结合 ESG 评鉴，鼓励企业提高提缴率。缴率超过6%，列为评选标准额外加分的项目，鼓励事业单位主动提高雇主的提缴率，同时也积极鼓励透过团体协商，将优于法定提缴率纳入团体协约。
针对雇主强制提交率敢有需要加悬，要加悬到偌济？劳动部表示会继续甲各界沟通讨论。那劳体新规则修法立法院已经有11个提案版本，劳动部版本也搁在研议当中。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地方消息来看，又搁发生食毒塞车的车祸。昨下晡是有一台轿车伫咧屏东南湾去弄着停伫咧路边的车，造成人车顶是有3个人着伤。警方是随伫咧驾驶的身躯顶敲着丧尸魂弹。屏东县今年到今是已经发生394件食毒塞车意外。一台黑色轿车唔知原因，直接对路边撞落去。拄啊好附近有警察，支援的人力过无偌久嘛到现场。你莫有被档案，你伫遮等啊！黑色轿车车边落落，姓陈的查甫驾驶互警察抓咧。日下晡5点外，屏东乡村的南湾路段发生车祸。造成路边车辆内3位民众受伤送病院。警方伫这名姓陈的驾驶身躯顶敲着2粒依托米制的分弹含食毒工具，落尾用喙脑快胎发现，又搁是食毒塞车的事故。陈男的初步坦诚，曾经是用依托米制，经其同意采集多益快筛，呈现第1级毒品依托米制阳性反应。讯后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好佳在洪弄到的3位民众拢是外伤，送到恒春旅游病院治疗。不过食毒塞车的情形哪来那严重？恒春警方表示，今年5月到7月已经查到21件食毒塞车的案件。屏东县警察局嘛统计，到目前为止，今年发生394件食毒塞车，有13件较重大的交通事故。交通队表示，会搁调整0.7率来预防。员警只要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行为，即可依法实施唾液快筛检测。待后续确认阳性后，立即制单举发，现场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后续并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表示，依托米制四价团的状况愈来愈严重，而且拢会假做是电子烟，也是分弹，无好查。最近增加使用喙脑快胎，短时间确认民众用毒情形，配合零检，希望伫事故发生前，甲驾驶查落来。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婚林议论的这甘草树大败，这暂时去互人偷倒真侪烂去的菜。这款菜掉伫咧水闸门，一头甲拍落就臭公公，也真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排水。官府是已经赶紧派人清掉，也会加到监视器，看到底是虾米人咧黑白倒。大排水沟顶面，规个用要互洋葱、菜叶甲粪扫掩去，大量的浪废弃物、生活粪扫积伫个水闸门前。佮经过连续几啊天曝日高温浸烂，传出一阵一阵的臭味，互附近的民众是感觉真正挡袂掉。洋葱遇到太阳，尤其是这几天那个太阳一出来，都腐烂的味道，真的很臭。倒落啊，一寡菜啊，你俗哦，这条沟就害啊啦，拢规个菜倒咧遮落去啦。安尼啦，安尼才影响到咱的水流。云林县府水利处表示，议论甘厝线大排有设农业灌溉水闸门，由农田水利署云林管理处维护管理，排水的水头甲水尾各50公尺的区域，目前已经先进行清除的作业，佮规划引入智慧辨识天眼系统来监视死角巡查修正。空拍航照的一个大范围，看是谁偷盗，就是照起来，然后再去做一个追踪。藉由这样去做科学的一个举证，然后科学的一个稽查，将协调装设智慧辨识录影监视设备，强化长期监控与收证。一经查获行为人，将依废弃物清理法采取重罚。环保局表示，附近包括西里、议论、甲仑背的大排水沟，常常互人倒大量的农业废弃物，唔但造成污染甲漚臭，佫会甲水坑塌掉咧，影响排水。将会调集相关单位办理现场会勘，参详改善的方案，来维护排水甲环境的整洁。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高雄的小港受这渔船偷偷甲废油捞入大海，污染着渔港。即阵这坚定渔港竟然也出现同款的情形。污染的范围大概是有300平方公尺，海洋局早起派人去清到下晡2点外，规个港内油罐是铺一层黑色的油，海洋继续登咧调监视器要对查。工作人员甲吸油的物仔掠做一片一片，抌落去海里，无一下啊就规地变黑，使用网啊好起来，用地啊包好势。高雄前镇渔港外北一路即搭，早起有民众发现规个海面铺一层黑色的油，污染的范围阁不止啊大，赶紧通报。海洋局派人来看，怀疑有渔船啊偷排废油，随派包商来处理。8点啦，阮就开机就要用迄个
石油不会啊，甲伊吸了入来啊，无会产生污染啦，这真严重的哦。您感觉看过像安尼遮快？嘛，真少啦，真少发生，毋过今仔日较大片。因为惊造成第二届污染，包商敢若会当有扫仔球用米落去吸，对在去备店开始处理，已经用大开粪扫袋第120包农业的处理刷。海洋局表示，初步估计废球的量大约50粒，污染范围300平方公尺，已经展开调查，会对行为人按照渔港法来裁处，上悬罚50万。那初估它的油量约50公升左右，那我们也已完成水量的一个采集跟保存，并将全面检阅那个监视器，看有没有可以抓到不法。顶礼拜小港再度发生渔船偷排废油的代志，这礼拜讲话真定渔港嘛安尼，到底是渔船受大打，还是管理单位做了无够？对此，海洋局表示，真定渔港码头有50基监视器，逐工上报有早起1届，下晡2届巡查，将会全力追查理清污染来源，进行开发。记者郭家祖、郭超勇、郭永昌报道。桃园有名的梅山东街，这条路是通市区的中山路。这条街路是一个路街，过去是有做石墩来做护栏，不过因为石墩较低，驾驶看袂到，不时就有车去甲弄到。6月甚至是发生并车意外。这阵区公所是要定做互较悬的，嘛要甲测色，或者石墩看起来会当较显目。一台红色轿车为杨梅区中山路正弯入去梅山东街，无细致启动着石墩，车就并去，边仔脚踏车甲主体嘛算断。这件代志是伫6月发生的，毋过在地居民讲，这条路半冬来已经发生几若摆。之前有时候会看不到，对不对？对，因为下坡嘛，驾驶座看不到，一定会擦撞，几乎都每天擦撞，不是很严重，我几乎每天都有，都是跑到那个锥上面。然后轮框变形，轮胎爆炸。在6月13号的时候，一部车子然后翻车到我们的住宅前面。这条跨有3公尺的梅山东街是去杨梅市区中山路的便道。过去因为较矮，阁是路街，因过所做的护栏，因为老旧管道阁无共款，拢无注意到弄到石墩，互地方真头痛，要求爱改善。护栏完工后，于今年5、6月间，仍有驾驶人因不熟路况或行车不慎发生翻覆意外。为此，本所将既有护栏加高，并于护栏表面加漆黄黑相间条纹，以提高警示效果。杨梅区公所就表示，已经甲护栏定用煞尾嘛擦黄的甲乌的油漆，甲警告效果提悬，保护驶车的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通过卫福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发生重大食安事件时，在中央会当成立食安事件指挥中心，地方是有通报甲配合应变的责任。业者若是发现这产品有问题，24点钟内就要通报，若无是会当罚到3000万。另外，这检调是继续咧追查中联的问题油，昨先压中联的厂长陈明营，不过今日下晡法院是裁定陈明营100万交保。经过产品样本检验了后，是有数23伫官网改新消息，公布泰山服务复修使用中联19批油，拢总501项产品会使购买。若是什么时阵会使购买？是有数表示，尊重地方卫生局依法监督环节甲业者自主决定。为了防止未搁发生类似案件，行政院通过食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业者若无通报，还是延误通报，相关罚款为应过300万提高到3000万，提高到3000万之外。那么，对于实验室的要求，也同样会课予这个未通报会有3到300万的罚款。那么，未设实验室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罚款，而且限期改善。这个是法的重点，包含当重大食安事件发生的时阵，会当成立中央指挥中心，统一协调各级政府，并强化源头管理。业者必须24点钟内通报各样，嘛鉴定验证机构会当进入业者场所进行现场抽验，未使拒绝。业者延误通报也是闪回收会当款，配合预防性落来，不过查无违规的业者，由食安保护基金来补助损失。地方有相关的一些能力或资源的一些限制。所以希望在整个的管理上，能够根据规模的大小，还有它的一个严重度跟以往的经验的不同，能够在风险上做一个分类分级的管理。
检调嘛持续调查中联问题由要查原因甲对查流向。台中地检署第2日发动第2波搜查，带回中联厂长陈明莹等3人列被告。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应可认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声称扣押中联福寿服务甲泰山公司的不动产，服务部长陈明谦证实，依照10万法为社会金额估算，不法所得差不多1.26亿，法院已经裁准。记者综合报道。问题油的风波要继续在滚价，这阵是连有机的烤地油也去验出苯偏比超过标准。新北的联经绿色科技公司自主检验，发现苯偏比超过标准，将主动通报卫生局，通知下游的厂商都要落价回收产品。目前是已经有939罐伫咧市面咧卖，若是有买到的民众会当赶紧甲厂商办退货。你这个不是我们有问题的皮料，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退货给你。民众摕烤地油的礼盒来店家办退货，都惊食到地甘油。联经绿色科技公司生产的有机烤地油，因为自主检验发现地甘物苯偏皮超标，真正是主动通报新北市卫生局，而且通知下游的业者落价回收相关产品。当天收到检验报告之后，确定是哪一个批次，我们当天就知道是哪一个产地、哪一个农户出了问题，可能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温度没有掌握好的这个状况，所以可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产生的苯并芘。记者来到伫新店的联经绿色科技公司工厂，已经全面暂停作业，而且封大封条。不过外界质疑讲，苯偏皮通常拢是伫超过摄氏300度的环境之下形成，大到沙拉油的制定温度，包括甲全脱槽含氟冷等等，大多数拢控制伫200度以下。烤地油的制定主要是分做冷压法，差不多40度以下；最煮法差不多100度左右。另外，还有烘炒热转法，差不多是70度到180度。整体制作的过程嘛，拢伫200度以下。理论上应该是无遐尼简单会超标的。冷压就是都不加热，它并没有冷压，所以它有可能加点热，使它的这个油的产能多一点。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油加热也是会产生。民众如果长期碰到一些苯偏皮超标苦茶油，就担心长期会增加肺癌、肠胃道癌症还有各方面癌症的风险。新北市卫生局指出讲，联经公司是拢总生产5024罐烤地油，内面有机烤地油250毫升，是伫米花田生机园在卖。另外一款统一生机粗转烤地油250毫升，是伫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在卖，拢总939罐。其他的产品是拢无流入市面，已经互卫生局拢总封存。对这统一生机是发表3点声明：第一是对这个事件回实的，对买到有疑虑油品的消费者，无条件会当专业退货退钱。米花田生机园嘛发表声明，不管敢唔开放，拢总会当专业退钱。另外，圣德思考声明是无卖有问题的联经烤地油。另外，卫生局现场抽验5件烤地油的产品，刷落来是交予食药署来帮助检验。记者综合报道。清安3点零8月就落，这个是增加这新婚的家庭贷款的额度会当到1200万。不过，就有立委提出讲，敢会有假结婚，也是讲离缘配偶过身这个状况，补助是要安怎认定？财政部就表示，若是补贴利息的6档来离婚，补贴就会停止；若是假结婚，就会把所有利息拢总退回来。清安3点款就要伫8月实施，若拄结婚2年来贷款额度会达到1200万，拄着未成年子女贷款额度上悬1500万之时，根据内政部资料，台湾去年大约有5.2万对离婚。万一伫清安3点款补贴过程中有翁某离婚，财政部敢也会继续补贴。比如说他就离婚的话，那我们也只会就那200万的部分，从他婚姻关系消灭起，然后停止他这个利息的补贴。针对无共婚姻状况，财政部长曾翠云拜三对外回应解释，若是假结婚除了契约无效，也会退回利息补贴。还阁重新讲贷款，若贷款经离婚，会自离婚日起停止超过1000万，贷款额度会增加利息补贴。也毋过经领的补贴被退回。另外，配偶不幸过身，徛在领导考量会延期维持利息补贴。结婚之后，然后还要6年不离婚呢？那就算离婚了之后，这个要谁来担那个房贷？原因上面的宽容吗？
婚姻可能另外一半也突然走了，可能也可以豁免这样子。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2024年全体离婚率大约有2.28%，去年淡薄降到2.23%。有帮务集团指出，婚龄6年来的离婚对数，在总体离婚对数中占比达到38.6%。万一新代金属于非自愿离婚，终止补贴可能被看作是处罚条款。有一些的民众，他可能经济相对弱势的话，他可能会担心，如果我离婚会被取消补贴的话，他会勉强自己继续处于一个危险的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政策的目标是生育的话，那补贴就应该要跟着孩子走嘛，因为不管父母的婚姻状态如何变动，孩子不会因为父母离婚就不需要住的地方啊。民间团体认为，对公告银行承办人恐惊真歹查核一个婚姻是真是假，都非常检举，也要检附证据，才会当辨识敢是假结婚。另外，万一翁仔某因为非自愿因素离婚，敢有倒一寡合并条件，拢应该特别考量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这离谱的画面，嘉义市昨下晡时有骑机车的民众翕到这有一只车转弯，后壁竟然是有一个囡仔对后壁的门牙摔出来。加在迄阵，这后壁是无车对来，家长赶紧落车，甲囡仔抱上车。警方是提醒讲，这囡仔坐车除了爱坐安全座椅，爱下安全带，也一定爱用安全锁甲车门锁咧，才袂这囡仔扭咧门就开开。看到汽车后座突然落出事的囡仔，这一幕，好几个骑机车的人行一条，一直讲离谱。这是发生在2日下晝5點多的下班站後時間，地點在嘉義市水陽路一間幼兒園的附近。迄當時汽車駛完了後，對面後車門摔出一個囡仔，家長隨打動啊，趕緊將囡仔抱轉去車內。对啊，太恐怖了。自己以前車子也稍微關不好，突然砰一聲開門啊，然後還好小孩子沒坐在安全座椅上。這件代志發生的時，好在在後壁無車，嘉義警方已經以交通道路管理處罰條例對駕駛人開罰。負載未滿12歲兒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座椅或乘坐於後座，並使用安全帶，處駕駛人新台幣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款。兒福機構提醒家長，囡仔上車了後，真正行車安全才多開始。家長認為說，小朋友他只要上了車，車門關起來就安全。可是其實真正的行車上面的一個安全的關鍵，會是在過程當中。過往這種的案件呢，其實受傷的狀況是蠻頻繁的哦。這20幾年來，有發生過很多種這種事情。裝置有沒有轉過關起來的話，從裡面就是不能開這樣子，就是一定要由外面的人開。所以這樣能保護小孩子跟一些老人不知道的狀況下去誤觸。為了保護兒童安全，汽車後座攏有內建車門安全鎖，為車內無法度直接開啟，也是愛兩大閂開門。警方呼籲駕駛人載上囡仔，一定愛使用車門安全鎖、安全座椅，也是安全帶，才來出發。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上界重要的就是老大人的照顧。不過，請無人這長照機構嘛真頭殼痛，家屬也真辛苦。自從衛福部是試辦家庭照顧者互助休喘計劃，除了機構的專業照護員，嘛鼓勵家屬來機構互相照顧，大家輪流看頭看尾，就會當有一寡休喘的時間。這是鹽埕區一間日間照顧中心，內底時大當咧做體操，中心的設備佮有服務，甲一般的日照中心差不多相同。不過，這間中心參與衛福部互助休喘的計劃。唔但減輕人力的需求，也和照顧時代的家屬互相鬥相共。陪媽媽來可以看她在這邊，她幹什麼，我們也比較放心啊。就是她在這邊有什麼活動啊，陪她動物怎麼擺，她才不會停下來。所以我回家我也去找這個遊戲，來家裡讓她玩。因為合作休喘的計劃閣咧試辦，無真濟家屬知影。日照中心期待有更較濟負責照顧的家屬來參與，減輕因的身體閣有心理壓力的負擔。長照通常都有分等級，那一定會有額度的上限。那相對來說，他們可能某個額度使用完畢之後，不夠的部分，他們就可能只能自己照顧。但是照顧長輩其實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情，所以這個互助喘息的產生，就可以讓他們就是不使用到長照的額度，也可以有喘息的機會。對。通常時代入去日照中心，家屬也袂直接上久，透過互助休喘，
家属也正做长照工作团队的一个成员，也就是临时性的照顾服务员。只要付出几点钟，就会使学到更较侪照顾的技巧，也互家己有更较侪休喘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要带他们外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顾得那么大局，没办法顾得那么稳定。但是如果互助喘息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带他们出去看看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对，带他们踏出外面，有多一点社交这样。互助休喘伫全台湾目前有设50个试办的据点，民众只要透过互助休喘的网站，就会使向附近的照护机构登记参加。记者综合报道。阳光基金会长期是关心身障者甲面容受伤的人，因是有开一个汽车美容中心，协助因学技术，未来会当较好找头路。另外，也有身障团体指出讲，因若是要去看演出，定定是去当着买票无方便，无障碍设施无友善的问题。卫福部是回应讲，会下部会讨论处理。所以这个较稳定。有身心障碍员工分享进前工课拢无稳定，尾后来到这学着汽车美容的技术，到达已经做22年咯。阳光基金会长期咧服务面容有受伤的人，伊嘛有成立汽车美容中心，替身障者甲面容有受伤的人提供技术训练甲工作机会，到达已经协助500个人。基金会表示，若有适合的工作环境甲支持，身障者嘛会当发挥专业的能力。虽然伊是咱咧讲的是身心障碍，但是伊的能力无差，伊能力成绩比一般的员工更较好。只要你愿意给伊一个机会。基金会嘛宣布，甲企业合作，管制支持身心障碍者做职业训练，除了替身障者争取就业平权，毛民团指出，身障者若要看表演，嘛常常拄着买票方式800款，真无方便，嘛拄着无障碍设施无完善等等的问题。那文化的参与啊，其实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民团呼吁政府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识题标准，甲买票制度，改善无障碍环境。卫福部是回应讲，会透过下部会讨论建立指引甲机制。那司法部是表示，会参考国际无障碍网站标准，改善买票系统，维护身障者平等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记者郭金勇之光台北报道。新竹传统工艺的高仔丁老师肖在坎拜一过身，食到99岁。肖在坎老师10岁就对因老爸开始咧学做高仔丁，是咱台湾传统的高仔丁真重要的人物。伊是2天前才摕到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即阵所传出白色消息，文化部是要请总统颁发保养令，感念伊的贡献。我的花边甲别人的花边无同，我的花边是看过就有迄样的物件会显出来。讲到花灯，肖在坎老师的眼神拢发光，伊10岁就开始对老爸学做灯，直到要100岁也继续咧做。无论是古纸、天布、上色，有的手工每一步拢是传统工艺。肖在坎老师是台湾传统花灯重要代表人物，听到老师过身的消息，包艺术界感觉遗憾。肖在坎老师是我们台湾唯一是以花灯工艺为主的一个艺术家。那他从10岁开始呢，就做到现在。他的这一个工艺呢，可能早期他在日本神奈川当兵的时候，他是飞机修复师，所以他的空间感得很好。一份对于花灯工艺的热爱与执着，让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我们的肖老师对于工艺创作的热爱与坚持。肖在坎老师自1985年开始参加新竹城隍庙高仔丁比赛，小连续3年摕到冠军。城隍庙佮特别制作金门宝珠小牌匾送给老师，先做新竹城隍庙灯会第一位得到花灯艺术的人。目前城隍庙内牛头马面身上粗胚，也是肖在坎老师的作品。老师呢是伫1985年呢就开始有伊的作品啊，拢有来参加比赛吼。老师的作品一般因为做足久的吼，阮听讲大家对伊的作品感觉讲伊做的迄高仔丁吼，是迄算讲手工足油的吼，回路嘛足水的吼，大家对伊的作品呢，拢感觉真正是足赞的。除了专业技术，肖在坎老师把长期投入工艺的创新甲教育推广的工课，互花灯有新的生命。2天前，文化部公布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肖在坎老师也是得奖人之一。文化部长听到老师过身，也真唔甘，也请总统颁保养令来表扬老师对保存文化资产的保存传承的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台南麻豆国中的一阵毕业生，成年礼是骑脚踏车驶台湾之日。因7月12就出发啦，今日已经驶到南投，明仔就要骑转去台南。大日头下，这阵麻豆国中的毕业生做伙骑铁马环岛，当作送给大地的新年礼物。跟老师出来玩，会变得跟老师像朋友。脚踏车队当中有学生，也有家长，也有父母带囡仔做伙来参加。妈妈她5月份的时候，她癌症手术，她本来想说她体力不行，结果这一次也跟着。有没有觉得妈妈很厉害？有，她第一次骑真的很厉害。不要掉队就好了。然后不要受伤，然后平安的骑回家。发起这个活动的是麻豆国中的主任高英忠，逐年热人拢会带毕业生驶一轮台湾。虽然伊8月就要退休啊，不过今年原来照常办这个活动，这是伊第12摆举办，只是伊笑伊煞愈骑愈慢。老师可以扛起没？可以啊，比较慢，然后还是会到的。第一次骑这一条139县道，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然后我终于把它骑到这里来了，看着他们前进的动力，其实是我一直往前的一个方向啊。7月12对台南出发，对东部骑到西部，拜四骑到南投，拜5骑转去台南，就完成环岛的目标。看到因仔克服挑战，完成任务，沿路做伙行过真侪景点，看到台湾的水，嘛有骑经过上新的达江大桥，这个过程拢互高主任和这阵高中生感觉不只有成就感。麻豆国中脚踏车环岛 ，Go Go Go！ 记者洪秀南投报道。台南科学园区带动善化的人口成长，这平均收入较悬，亲像这连潭里都是台南上好嘅的里，而且这个所在这人口也较少年。不过目前这搭生活机能也未发展较全，市府真正规划要起运动馆，煞无啥进度。在地居民是希望市府赶紧把休闲设施起来，让因的生活更较有品质。台南科学园区近来发展较真紧，请真侪高科技人才挖来遮徛，带动这搭人口增加真侪。不过，所传出遮公共建设对不着脚步。本来市府有规划咧安南新营、永康林德、汉东考顶所在起专门运动馆，其中4座拢已经陆续动工。当地里长批想大肚南考遮，因为规划案互人改约煞停咧，另外嘛无大卖场通买，因希望市府爱重视加速补助运动休闲设施。都要跑到市区那边去。资源会比较多，你要环境好，要采买方便，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的。等了大概3年多，到现在却是一场空。其实民众是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这边年轻人多，小孩也多，然后可以运动的地方其实相对的稀少。南科的产值在这边是这么的高，可是它的公共建设像这种东西完全起不来，那让年轻人、让小孩子真的是假日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走。我见南科的生活连摊里多数拢咧南科食头路，因为收入稳定，生育意愿就提悬，人口持续增加，地区公共建设的需求就会增加。地方教育市府爱重新检讨规划，提供甲人口规模相符合的公共建设。体育局回应相关预算并无太调，目前已经和本城的建筑师解决，因后续会重新招标。为履约期间，建筑师多次延迟提交成果，提交之书图经3次专家学者审查，皆仍未通过，又持续要求市府追加经费。本局考量建筑师恐无能力执行，已发文解约。经过财政部上新的统计，连潭里的综合所得平均数达到277.6万，中位数178.1万，连任台南市上好野里。另外，因这里的人口年岁嘛较少年化，总人口数7600外人，65岁以上的时段敢若200外。高所得今年的黄金人口结构，在地公共建设未使搁拖。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双北甲学界做伙研发全国头一个结合 AI 甲公车资讯系统的服务系统——双北 AI 公车站长，今仔日已经正式启用啊！这扫 QR code对当个问讲，这路线安怎坐，公车当时会来，而且讲台语嘛会通。我即马要去草山，我会坐几路的车？你好，以下是对市政府上修教育名产的乘车方案，请参考。坐公车的时阵，要查路线，要知影公车当时会来，拄到问题，即马摕手机扫公车顶的 QR code， 问 AI 公车站长就会使。站牌吼，那有即个所谓 QR code， 那即马手机相机拍开，爱翕落，咱就连到咱的系统，有一个按钮，试落了，咱就用讲的，就像咱即马甲师问问题，
同款。为着要好使公车的运将，会当搁较专心赛车。减轻回答民众问题的负担，上北甲下界共同研发国内头一个结合 AI 甲公车资讯的智慧服务系统。上北 AI 公车站长毋但会晓讲华语、讲英语、讲台语嘛会通。AI 伫咱的生活中已经变得足重要的，咱会当利用咱的科技会当改善咱的规个生活环境咱即摆用国语、英文。甲用台语拢会通。这个部分的软体即嘛搁咧开发，搁咧训练。我嘛直接叫大家咱的民众乘客一起帮我们训练，愈来愈巧，愈来愈聪明。这项 AI 服务对7月23开始，服务的范围是湘北地区，愈侪人使用，伊就愈巧。湘北交通局嘛希望未来会当搁增加日语、韩语等等，服务国外的观光客。记者郭玉记、谢桂玲台北报道。用趣味的方式学语言是学到上界紧。中华台语文园区举办台语罗马字培育课程，是用算牌仔的方式，让民众哪算哪学罗马字。大家算牌仔，若读到对应的文物，就爱赶紧拍牌仔。考验大家反应加团队合作，大家民众拢算甲笑开开。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罗马字的培育课程，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理事长董立宪老师来教课。老师和阮算牌仔，用罗马拼音的方式，让我练习罗马字。毋是一般就是用写的，也就用算的，用牌仔算。我感觉就较趣味。我嘛是因为囡仔，我甲家己家去学台语，真几感觉知影台语甲台文是无共款的。我感觉台文是一个水开的字。有不少对台语有兴趣的学生来报名，嘛有妈妈特别来学罗马字，想要回去教囡仔。台语路协会表示，希望透过罗马字培育课程，先互民众理解所有语言拢是平等的，除了听甲讲，一个语言要正常发展，嘛爱有读甲写的能力。过去的这个国语运动的关系，大家对台语的印象拢是较负面的，所以第一个是要先知影讲，所有的语言拢是平等的，而且若是听甲讲，读甲写嘛是一个语言正常的发展应该有的。若是这个观念有，你就袂去排斥讲我要去学。台语路协会表示，即阵学罗马字的资源真侪，除了实体课，也有网络线顶课、Podcast 等等学习的管道，鼓励民众除了听甲讲，嘛着为罗马字开始学台语，建立台语读甲写的能力，这嘛是一个语言要继续传承发展正重要基础。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的儿童戏剧巡演活动7月25起过，7个歌戏团会去7个县市巡演。有剧团是认为讲，因亲身去到有囡仔的所在，就是带囡仔行入戏剧的世界上好的方式。主办单位希望讲，透过演出培养囡仔传统艺术甲台语的底子。这出《宝甲出任务》是新团歌戏剧团的作品。为着要推动儿童戏剧的发展，这几年有真侪剧团加入去创作，由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甲团艺中心共同办理的儿童戏剧巡演活动，请囡仔来看戏，特别起过啊！今年有7个剧团参与，其中长美分歌戏团认为，直接让戏剧加入去囡仔的世界，就是上好的方式。戏曲呢，要行入去囡仔的生活，其实上直接的方法就是爱主动行去有囡仔的所在。团艺中心表示，希望结合政府甲民间团体的力量，透过儿童戏剧的演出、解说甲互动体验的活动，培养囡仔对传统艺术甲台语的底子。若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也讲，希望透过演出，传了更较侪囡仔熟悉台湾的艺术文化，传承戏剧甲台语的水。我把囡仔带出来，把爸母带出来，爸爸妈妈和囡仔做伙出来，亲子假日的大汇演，歌仔戏儿童的大汇演。透过这个歌戏呢，嘛，互因除了认识歌戏以外呢，嘛会晓讲台语，然后听台语，
安尼话呢，1.2个，蒙拉个减4块。团艺中心表示，今年活动对7月25开始，7个剧团会去到宜兰、新竹、台中、嘉义、高雄等7个县市的公园庙口巡演，拢总有7场戏，希望招大人囡仔做伙来看戏。记者记者桂林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是一个东协峰会会谈。针对台湾的议题，卢比奥是当面表示讲，美国无同意中国派这海警船来干扰台湾海峡。卢比奥也讲明的，讲这美中是伫咧真济方面意见有争差，在时间内尽快化解，双方保持沟通，避免冲突是上界重要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菲律宾马尼拉见面，双方官员握手翕相，讲到强调台湾议题。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绝对无同意中国一直派海警船伫台湾海峡附近巡逻，批评中国的动作强硬，已经严重违背双方的战略稳定精神。We're never going to accept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re somehow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 countries. We'll continue to sail through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efforts of that kind, and we'll continue to live up to our commitments, for example,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treaty commitments that we have. 面对中国在区域内不断扩大军事压力，卢比奥针对外界关心的对台军售前提问题有回应。伊搁再强调美国会协助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区域平衡。卢比奥表示，虽然美中两国有真侪立场，短期内拢无可能化解，不过强调是爱保持沟通无界。The difficult job of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s managing your differences and not doing anything that runs contrary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avoid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really catastrophic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that, which is why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continue to talk to China, irrespective of our differences. 双方这场关门会谈讲差不多1点半钟，强调其中一个目的，包括美中双方加强合作，要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府来铺路。公司新闻地位人桂俊林编译。菲律宾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3，可能是下暗对变作是风台红旗，一路往西北山行驶。明暗到拜六上握近台湾，气象署上紧应暗11点半对发布海上警报。热带性低气压 TD13有机会伫今仔暗到明仔透早这段时间形成风台红旗，搁握近台湾，搁较有发布海上警报的可能性。台湾的东南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它的云系的结构跟过去一段时间相比是有逐渐的在增强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在晚上这段时间就会发展为今年的这个第12号轻度台风。如果发展为台风过后，我们也很快的会对这个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有告准红海风台，目前是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会一路向西北西方向刷动，伫西暗会到巴士海峡位置。2号是渐渐通过台湾西南方海面，搁伫这段时间上握近台湾一直到26，刷落来进入中国。迎风面的花莲跟台东以及这个恒春半岛都是主要降雨的一个热区哦。那这段期间的降雨大概会落在大雨到豪雨等级之间。气象专家提醒，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雨势袂当疏忽。另外，虽然26到29风台渐渐远离，也毋过继续受到偏南风的影响，华东南部地区的天气形态犹原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